大家好，我是魏德胜。那我知道在台湾做一个舞者的都很辛苦的，因为你的努力不能输给人家，但是那个舞台跟表演的机会又受到限制，毕竟台湾在艺文方面的欣赏都还只只都还没有到变成一种生活上的一种习惯这样子。但是我最近有听说台湾芭蕾舞团，然后最近想要比较突破，想要做一些什么是台湾的芭蕾舞。好，芭蕾舞毕竟是一种比较西方的文化，怎么把萧泰然的音乐结合芭蕾舞的一些肢体，然后音乐加肢体的展现发展，怎么去开发出属于台湾的芭蕾舞，这我就很有期待，因为我觉得文化的生根一定要从土地开始，如果从土地去思考，不管它的形式上是什么样，终究是从土地长出来的花，就是这个土地该有的样子。那我非常期待，那我也一定会去看这样的舞剧。那希望大家也给这样的舞团，也给这样有心的一些的舞者们一个鼓励，也一个欣赏他们表演的一个机会。然后也祝福大家，然后希望大家一起参与这个艺文活动。谢谢。